咱各位组长、各位青年、各位大家，大家晚安。希望天主赐福，咱今啊，咱和谐来做奉献。昨年爱上金毛经，今啊，咱和谐来做奉献。今仔大家这个经典是基本上来讲的圣灵的智慧啦吼。其实伊咧互法，即个咧千宝的头壳，即个咧千宝的头脑，咧牵涉到圣灵即种深的道理，空间困难。但是当然，既然来，大家互相分辨。不过因为咱学过去有讲出话，文言载道，文为道，手人之愿，手人愿。文会当载道。但是文人之道，这点咱爱了解，因为文道、文艺是一种进入道的上的功夫，所以呢，咱若如果我都就是简单讲起来，文艺就是咱进入圣灵的智慧的一个关啊，这个关啊，咱即现在在做这个关啊，当咱今日若已经有法度咱家己行路，咱人免一个关所以呢，咱会当透过着圣灵因过去开悟，把伊写入一本的书本的内底，互咱每一个修法都兄弟姊妹，互咱后壁这些知识，会当依顺着过去圣灵的脚步来行。那当然，因为这本来做环境，咱古早讲过，是咱中国有幼福道上有一个足出名的大祖师慧能，当然伊是一个毋捌字的微笑，这咱应该做清楚。照着伊用着伊的发展史，讲出着伊的实理，用着法海伊大地史来甲记载着这部经典。所以呢，虽然是一部经典，但是处处样样都是拢立足伊的思想逻辑，立足伊的思想智慧。这个思想智慧，这种物件，咱就爱。当然，咱若要立足这种意境的智慧，咱要了解立足的这个意，可能有困难。因此，咱照着立足伊的意，敢记载出来，咱大家来做一研究来做一学习。因为呢，在清楚，咱头壳已经离这个立足观点的第一品行为品，咱头壳大约已经甲咱讲过，所以这段已经讲到原文法约，讲到这个原文法约。但是这个原文法约，迄叫做文成就，因为咱有一个叫做神成就，行为品叫做神成就。现在行为品叫做神成就，因为咱古早讲过，因为咱讲下山人一定要去问，上山人一定要去问什么人？问下山人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。就甲伊讲起来，因为咱合作为能行有这两个作用，就是已经行过，已经行过。各位，咱今日大陆这条路，咱已经行过，咱已经作息啊，咱看问问什么人？唔免，是因为捌去台北的，但系问着捌去台北的人。因为迄叫做常识实成就，这已经甲咱讲到非常清楚啦。这个时来书之不留，这个时叫做时成就。这叫做成就，已经甲讲过啦不过因为咱音乐这无足重要，所以咱大约应该大家有一个熟悉。不过上尾迄句叫做文成就，原文法约，这个叫做文成就。什么叫做原文法约？这点咱来查究。原文法约就是讲，我今日这阵人来，就是讲，因为萧州鬼子署以官僚13千书要请出来
这个台湾是感动为将家己说法，私心自处，次数官僚有30外个，儒宗学士有30外个，情义道德、情义道德有1000外个，当时作礼原文发表，咱我早就讲过，立作为人，因为伊是安怎啊？有教无类，有教无类。啊，就是讲今仔日咱对即个话题了后，咱立作就参照当时孔圣人，伊安怎有教无类。因为我无因为今仔日我来学，规日我不教我袂，今日道教人我就今日读册人我就社会人我就啊，我无因为我家己设立个问题，所以因为对即项个话题了后，咱立作规定，伊原在是，无论是你是读册人也好，你是儒家的修行人也好，甚至你是官僚人也好，甚至你今日甚至道家的人也好，甚至你今日的道就是一般顶百姓也好，因为今日来到这个所在，只要你有要听法，我拢总接受。所以这点，咱一定要了解。因为咱真足济无论是咱的律师也好，无论道教也好，拢有分别，有计较。所以真正法律内底当中，因有比较，甲无计较，所以司法平等有高下。这是《金刚经》第23分，因为今仔日甲你讲得清楚。这个法是平等法，无高下的物件。既然无高下物件，无因为你今日是啥物人，我总接受。好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，修学道是一种完全是超越于这个道的物件是超越于宗教的内底，因为宗教是伊家己有一个规线，但是离心性法离道这种心性法内底当中是超于宗教内底，所以每一个宗教都是要找这个道。所以咱讲叫做万教归宗，万教归宗，万教爱归迄个宗，迄个宗或者解释叫做道。所以宗教，迄个宗，因为伊教就是安怎，就是因为成立一个物件叫做元气，所以叫做宗教。宗就是伊的本体物件，道。咱伫万教内底当中，伊若离开着这个宗体，若迄个教，迄叫做大道。因为已经离开着伊的本体，所以呢，这个万教爱归迄个宗。迄个宗呢，叫做宗教，迄个教，比如有教义，有教的教义，道教的教义，咱一般道教义，是毋是安尼？但是各宗教的教义拢一定爱归到迄个宗。那安尼叫做啦，必穿过海同一面，必妙归山无异象，就是这物件。我现在来讲这种简单。咱今日这个身体，咱这个身体属于哪个宗教？咱就是灵魂有无？若无灵魂，恁无同时我才听我讲话。咱有这个灵魂，这个叫做宗。但是咱全身躯所有的四肢排还叫做觉。头有头毛，对不对？头毛3000，不到讲3000，可能是可能3000尔吼，算起来伊个学者啦。咱有偌一个毛细孔。咱有身躯，这个身躯所有当中，就是每一个器官，拢总是袂使停息的物件。安尼是怎啊？这叫做这个器官，所有叫做教，万所有相，这种叫做教。但是这个教，伊若离开着迄个宗，离开着迄个本体，安尼我请问，这个枕头啊，这个手骨，若离开着迄个宗。离开着本体，就是讲身体神无经过，这个怎啊当然较斗一个假落去。我请问，这个假内底当中，伊会自动讲我今日要安尼就安尼袂袂啦吼？因为伊现在已经离开着伊个神，伊个神，迄个本体就是灵魂，迄个宗的灵魂已经无行过来，你已经离开着你个宗啊，离开着宗体，所以这个教变成啊，
你这个道变成行尸走肉的头，就甲你讲的无公平的头。但是咱今日所有气氛，若离开着你今日的自信、神经的内底当中，很麻烦造成。真正呢，但是你的神经神经甲解释叫做万教，全神经甲解释叫做万教，爱归人啊，是毋是爱归人咱的宗，归人咱的本性？啊，那安尼咱这个把这叫做宗教下面，所以宗教的物件是足重要的物件。但是因为这个人，前年落实1000多人，当时作咧原文发表，这个原文写了这个话，一定爱解释得出来。这个发表就是讲法的重要性。啊，圣经法的重要性是对一样，后边一句话。好，法后边一句话，这句话叫做神地性，何者初心本来清净，但用初心必了性。这句话叫做重要性。咱来看，因为头前来讲原文发表，我今日这阵人要来，我的团结会当入来到咱六组大法师，要听着你六组面，要讲是讲啊，讲心情法，敢讲是迄个法的主要性，迄个法的重要性，啊，迄个法的主要性就讲啊，所以法。那离开重要性，就叫做一切法。咱讲啥意思？法那离开着重要性，叫做一切法。所以一切法偏是叫做主要，迄唔叫主要，迄叫做次要。咱今日来做一个比喻，我今日这个手啊断去，我会死袂，迄唔是主要。我今日脚啊断去是会死袂，我的心脏若拍去一粒会死袂，有2粒啊一粒来挂电泡。所以，因为今日这器官，那今日这个讲的，拢是重要是咩哦？这个头啊剁开我袂我啦吼。啊，这个头剁开，因为这个头是手嘛、手嘛，头就是讲手，啊，这个手剁开，因为你失去迄个本体的灵魂去啊，你感觉就无去啊。啊，那安尼袂我袂我。所以，今日这法的重要性就是讲这句话，何者自信？大师各一法，就是讲咱六组的，这个大师各一法，就是讲，因为今日大师甲这个徒弟讲，伊拢直接来讲，我告诉你，我直接来讲，你上金毛经，哦，当时师傅提咧问佛的当中，伊拢讲，哦，别不言，看起来然后，师傅咧别不言，当然今日。这是下辈人对顶悬的人侵犯的一个尊重，叫做地不言。啊，这个地不言的意思是讲啥物件？是讲差不多这个意思。啊，我心里是一个法，但是我讲出来话，我讲出来话是足简单的话，我讲出来话是无啥物价值的。无了，我无了解别法，别法就是讲，我讲的话是一个很白话的东西。啊，甚至讲你大师也在搞我的指导，所以根本就是咱今日咧讲的话是讲啊，学甲作偏你的意思。但是我对地师咧讲，唔是咁讲。伊讲师傅嘅，我告诉你，好，不告师傅嘅，佢直接讲，佢直接把师傅嘅讲啊，伊唔是讲师傅嘅點樣嘅，唔是咁講嚇，就是佢直接嘅是咁講。啊，这句话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大师个性法，大师直接把恁这来讲，伊无甲伊讲客气，因为咱讲，因为恁语言你着侵犯，啊，我就直接甲你讲一样。先地性，这个先地性，好，咱一定来怎样？先地性，那你已经无经，有讲叫做哪？善男子啊，善女人。啊，这个善男子、善女人是按照论这个善。咱今日一定来知，无论是金光经法会上，还是六祖当时伫台湾市咧讲经说法嘅咧法会上，因这边人拢要来听啥物件？听大乘法，拢要来听大乘法。但是拢要听大乘法，当然今日这边人就是有够迄个智慧，所以伊直接甲讲善地性，
迄个仙，就是依照即种尊称，依照即种对即种的人，有即个智慧、即个知识来听我佛陀咧讲经说法。所以呢，我就直接甲你用善知识安尼甲你做称呼。比如讲今日咱读经有一段话，如是我们一时不在，笑一声，祈求结果多法，以大悲求上定1250万。迄个大悲求上定，这点咱来了解。大悲求上，咱是咧讲必求甲必求上，透是叫做大必求上。迄个大一足侪人无了解即个大叫做意思。必求甲必求，透有搁一个大必求上。因为怎讲？因为当时1000多人要来听到佛陀说法，即点人，基本上来讲起来，拢总是外道，因为因拢总是修外道人。但是外道法，你今仔日要进入到因果因果的上，毋是安尼简单。若是佛，互因当时归佛了后，佛因为归佛了后，迄叫做小乘，迄叫做缘觉甲成佛，迄叫做小乘。一个伊就领到因果因果的上，如果佛陀人用一个方法，迄叫做权巧方便，甲下一个叫做大悲求上，大就是叫做权巧，就是讲微小向大。本来伊是种小乘的阿罗汉，但是我为着了了因果因果的上，会当来听经说法，因此我甲下一个叫做大悲求上，叫做微小向大。这点咱就能了解这大的意思。那今日相对就是咱要听人做讲经，你讲善知识，这个善知识来个讲起来，这个知就是咱知识，就是咱的识一个识体。因为咱的识就是知识，识就是了知的意思。但是咱这个识甲是头前，毋是叫做知识。咱这个识，若有这个识叫做知识，知识。有分做哪众生的知识，众生的知识就是分别甲计较，就执着这物件，妄想执着，拢对知识所生出来的物件。但是一般的甲下一个先，就即个无相像。比如讲，今日几个人做朋友，有一句话在讲欲明分别诸法相，欲明分别诸法相。叫做第一道、第二道有无？咱六祖当中有一句话，欲明分别诸法相。咱今日一旦分别一切诸法相，叫做第二道。这个人就是一定有善知识的人，但是跟着这个善较袂了解，这个人伊毋是用着一般的知识来看这物件。迄个加一个善，就是讲，伊即个善加袂当中，就即个人要有智慧，因为知识甲智慧是共一个物件，所以叫做转识生智。这个镜头这边叫做智慧，这边叫做知识。但是你今日用即个知识来看物件，所以拢叫做识知识。但是你若转识生智了后，你这边叫做哪智慧，迄叫佛的智见。众生的知见甲佛的知见是无相像的物件，但是伊甲你讲但是就是我善知识，你这个善知识，你这个有智慧的人，甚至这句话在咱解释叫做最大嘅，你这大知识，我来先甲你解释。因为你这大知识，你这有智慧的人，要来听我讲这发言，我定来讲。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初心必然是佛。这句话作对。菩提自性，咱一定要了解。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初心。必然是佛。因为这句话，你若这句话，咱基本上来讲嘅，你若这句话通了解，
下当把即句话实相啊记住了，即本经典你都免好好记，即本经典你都免好记。一切这经典的物件内底最低品我第10品的物件，无离开即句话，即句叫做发表。即句话若离开了后，这物件讲出来拢总无实义。这道理无离开即句话，这点咱一定要了解。所以看经典一定迄个重点要三点。哦，啊，即回是我要是什么重要是这么重要吗？当然，咱今日必定来做一个分析。课题，什么叫做课题？课题啦，伊咱中国话叫做讲，叫讲，讲。这个讲，那伊印度来讲就叫做佛，英文叫做佛得雅，伊叫做佛陀也。因为佛伊即回基本原则，伫印度就是有分做叫做佛得雅，但是伫咱中国就较爱迄个简写的问题，所以佛得雅这样路意义了。咱必须佛得对不对吼？哦，咱讲佛得，咱讲佛得雅有嘛吼？伊基本上来讲也是佛得，但是一定迄个雅一定无去，所以咱即摆叫佛得。但是咱中国人，因为感觉佛得两字嘛较侪相关吼，所以就甲去得是有去，安尼叫做哪？安尼叫做佛。所以佛犹如甲表，啊，这个菩提，咱有一句叫做菩萨，有无？有叫做菩萨无？好，菩萨敢是？啊，菩萨这菩叫做哪？当然这是咱知影是讲，这个菩提菩萨这叫做讲，但是这个山呢叫做幽静，幽静，简单讲起来，这个叫做讲幽静。啊，因为阿罗汉伊是自觉，阿罗汉伊是自觉。无觉吗？阿罗汉伊是惊这个自觉，无觉他。啊，菩萨，因为你阿罗汉伊的因缘叫做缘觉，啊啥？伊是较少赞助。但是个菩萨，因为伊有度化众生，所以伊变成这个赞助的六品，所以变成我叫做大圣菩萨。所以有情叫做有情度众生，所以叫做自觉觉他。其实咱个自觉，吼，自度啊度他，啊因为自觉跟阿罗汉所证的，但是阿罗汉伊有自觉，伊有阿罗汉伊叫自觉名，伊叫得到这个自觉，这个自觉换一个说叫正觉，所以咱伫经光经法会上有一句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对不对？迄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迄个阿耨多罗，迄个叫做无上，哦，阿耨多罗叫做无上。三藐叫做正定，三菩提叫做正觉，正觉也叫做自觉，因为你得到是正觉，你得到是偏觉，所以因为伊得到正觉了后，伊叫做末定，阿罗汉叫做末定思想空了后，好，伊就叫自觉，末就是伊就无再觉他，伊就要去度人度众生啊，啊，所以你菩萨了解，因为伊自觉，伊一定要去觉他，因为无觉他，你眼光就无光。所以咱若去到迄个大雄宝殿，咱若看到四大金刚，有看到18罗汉，有无？啊，18罗汉这边高尊，迄边高尊，叫做18罗汉共一路，分做两边，一边有一个路，啊，一边有一个路。就讲咱高尊共一个路，高尊共一个路，是安怎？因为伊才高尊共一个路，因为应该是18罗汉共一路，因为伊是小乘阿罗汉。伊袂当一尊阿罗汉一个路，菩萨就无啥，菩萨因为伊就是一尊菩萨，伊头前就下一个路，都是这点咱来了解。但是因为今仔日自觉觉他，这叫做菩萨；自觉觉他觉性无完明，叫做菩萨；自觉觉他觉性完明，叫做哪？叫做佛。佛叫做咩？叫做圆满，叫圆满。圆满无缺，圆满无缺。
伊叫做圆满菩萨，按照叫圆满。但是菩萨伊主要较较无介圆满，安尼个叫做菩萨，但是阿罗汉甲辟支佛，阿罗汉甲辟支佛应该个成佛，伊随时证了自觉，安尼咱知影无？但是因为解说真正来就是讲即个菩提，菩提就是讲即个菩提解说中国话叫做觉，叫做觉。即个觉就是讲完全解释即个菩提就叫做自性，安尼讲听有意思。咱来做道经第二本有一句讲，菩提本自性，用心即是妄，静心在妄中，但静无三种。讲一句话，有啦吼，应该大家听。迄个六祖当去上过两遍了嘛，即句话应该古毛书嘛，是第二本咧无相颂的第二本。菩提本来就是自性，但是即个自性，我咱本来自性，自性就咱自己家己有一个叫做清净，这叫做清净，清净的发心，这叫做咱家己的物件。各位，咱真正正常。什么人无你教我？什么人无你教？什么人无这你教我？我讲我一句话，记载记载，大悲众生富有如来第二一相，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大悲众生富比如来第二一相，如来第二一相就是讲这个，如来有个物件。如来无去见，你嘛无较见，你无较见，如来嘛无较见，拢苦着，这个叫具足。咱做道经有一句讲：何其自性本如苦着，何其自性本如清净，何其自性本如苦着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不动摇，何其自性明心凡凡。敢是安尼？所以伊本来苦这个自性就是苦足着一切了后，咱就叫做觉，叫做分。安尼就叫了叫做清净法性。但因什么物件？我想讲一句话：佛是觉悟众生，众生呢是袂卖佛。我讲听有意思。佛是觉悟众生，因为咱今日来觉悟，咱嘛是佛呢。敢是安尼？是安怎咱来众生？咱本来有一个佛性，咱本来就是佛啊。但是你叫灭爱，变成咱的众生去，所以咱变成灭爱众生。咱拢拜人做佛，但是咱家己有一个佛，自心自有佛，何处觅真佛？所以做安尼讲，自心自有佛，何处要找真佛呢？什么原因？因为较早古人理禅就讲出来，莫有明珠一颗，我有明珠一颗，久被尘劳封锁。今朝沉静光生，照遍山河万方。土里面产生出来，我有明珠，我有一个明珠一了无，久被尘劳封锁，你长劫来，因为我去互咱尘缘因缘丰盛。什么叫因缘？咱世间的因缘叫做哪里知无？财色名食睡，这个五欲，互咱的七情，互咱的六欲。互咱的色声香味触法这六根，甲因看，这叫做因缘。但是这因缘，你本来这个民主嘛是安尼来讲，但是因为因缘甲看的了后，伊嘛是安尼来讲。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比喻，今日太阳，乌云，太阳伊的光有减少了，我同你讲，太阳光有减少了。太阳光减少，你不要怀疑，是因为乌云挡掉，是太阳光减少。今日咱冬天，我要看是太阳的光，甲冬天的光，甲迄个甲迄个热天的光有减少了无？敢有？完全拢无，是因为这个地球有分做春夏秋冬的转。转速，其实伫太阳的本质内底当中，叫做固著，因为伊的光完全无变的物件。咱今日这个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这个自性完全是拢总无变的物件。
是安怎为了变到对只低去，为了变到只低去，为了变到只对只无去，伊是足可怜。因为那个，因为伊迄个伊的本质无变，但是因为伊多轮回，因为伊惹了太济，伊的业种人内底，恶业恶报人来做了太济业报人内底，所以变成伊有一个光明磊落的自信，名叫拖落。伊嘛是做无赖的，伊嘛是苦种的。我想讲的，咱这个自信无歹呢，各位。那么如果咱这自信，你讲担心呢？甲白小燕，我们绑票500万，白票万，白小燕的撕票，当年拍成表表。你讲陈信兴伊的这个自信歹无？伊无歹。高天明伊的自信歹有无？因这4亿元的自信有歹呢？伊无歹，因为伊是做恶，伊是去互物欲。物质理念了后，因为伊违背着，因为伊家己良心本性去做迄代志出来，但是因为伊的自信完全是空中的力量，伊无歹，哪会歹？伊后壁是安怎？伊后壁来世，伊若我讲一直修到复回着伊的本性方面，伊嘛是搁复回伊本来伊那真福气，感谢呢。所以是无歹物件，所以呢，伫圣经来讲，不精不简，不得不善，是讲空中自信。迄个自信中内底是无歹，所以咱对于这个自信、破的自信，咱每人就是讲负责个，但因梦想积极，而不能积极。什么叫做梦想？各位，咱就互相有意义。是安怎讲？咱就互相。咱的色若强，咱意就弱，因为咱的色若强，色就是地色的色，这个色，这个地色，想到这个要想的，所以呢，色声相依相拍，这个色，因为这个色去反映着人物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这叫做意识，这意识，是不是呢？这个意内底有色，意内底有色，所以这个意是这个色的内底当中产生一种我袂想叫做妄想。什么叫做妄想？众生叫做妄想，叫做妄念众生，妄想众生。众生换一个解释叫做妄想众生，妄念众生，这个叫做众生。所以是妄想执着，你妄想，这个妄就是。无实的物件，因为不敢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无。无咱是凡所有相的物件，要执着，毋则叫妄想执着。这个无事实的物件，这个毋是结果的物件，这个已经你找个方法都毋对，你做代志都毋对，就是执着叫代志。比如讲，咱过去有一个好业人，这个好业人，因为出了足济钱。足济钱，但是当中呢，为了足一个就对啦吼，有两后生，后生讲，囝，恁爸这世人存遮济钱无？应该是真少，但恁爸要死掉有一件代志，你出100万，你准备100万，当恁爸要死的当中，人迄个死地全部内底，100万你领，但是伫我的死地领。我给你100万，因为囝仔讲，这简单代志，你出来不了，我要你不了10年，我他会差这100万，打你公司这没问题。当伊把有一个事业当中，伊世界甲下落了后，因后生嘛，真是今年100万甲下观察伊。好，但是当观察要读的时阵，大兄看小弟，小弟看大兄。到位了，小弟来讲，哥哥，今天看没？开始没？也开始了。哥哥，我们看，这也开始看蔬菜，先用把它讲。好，当然啦，世间才是世间中，爸你死，这当然无路用啊，100万要企业看啥看？
这个故事就是讲，咱人连咧失意，搁咧执着迄个100万，搁咧执着迄个100万，是安怎执着迄100万？因为这个叫做误嘛，因为这个不真实的东西，这无真实的物件嘛，凡所有相，拢是安怎？拢是虚而不实，啊妄而不真嘛。毋过呢，咱今日众生就是咱，伫意识内底当中，拢为了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因为自性本来是清净的物件，安尼你妄想执着有清净无？当然你妄想执着无清净啊。既然妄想执着无清净，你这个物件是要创啥物件？所以，你这个物件叫做多疑物件。所以你今日一定要了解，这个自性，然后要放起来。这个我哋解释叫做实相，实相是一个实相的物件。咱的自性是一个实相，叫做真实之相。但是真实之相，迄真实之相，迄叫做哪？迄叫做空相。哦，所以真实之相，伊叫做空相，叫做空相。空相内底有一个实相。实相内底有一个空相，所以实相的内底有一个空相，空相的内底有一个叫做妙有，妙有。这个空，这个实空，毋是完全无去哦，只有一个妙有在内底哦。因为有咱一个自性，请问恁的自性有看到无？恁的自性认为恁会当讲遐我看。你讲有，你有，你有当看起来，所以实相伊就是空相，但是佫无嘛会当妙有，这个妙是不可言的物件，对不对？咱会当坐伫遮听，好，咱当坐伫遮看，咱会当行入到遮，是甚物啦？因为对这个实相，对这个空相所流露出来这个妙是不可言的实相的物件，这是实际的物件，好。咱这头奇怪了死人我袂晓，哦，毋过呢，咱今日伫8年当中，自我生出来了后，我开始剃头毛来去开发电视机，哦，足奇怪，慢慢就起咧，迄个实相要走过了后，这头毛我袂晓，走过我袂晓，为是不能换掉的，吼，所以你看咱这个实相，就是这个自性，这个真实之相，这个是外面那什么，外面那宝贵。所以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清净。咱就清净无？我有民主以后，我这个民主，这个民主是代表也是足本的物件，应该是啊。政治迄个花你一个民主家系这个所在，规定分叉啥？规定哪？因为这个叫做不实、不敌、不果、不净，就是咱的自性。安尼知影无？这个就是清净。清净或者解释叫做无量，无量。那这无量，六祖名句安尼讲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伟大。来呢？本来无一本，何处呢？样啊！这句就是讲出。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初心了是本来清净嘛。哦，菩提无树明镜亦伟大，本来无一本，处处也平安。是不是安尼？咱就讲这个世界，哦，人讲哪？天下本无事，来是讲呢？庸人自扰之。咱拢该找足侪麻烦来呢，怎该找麻烦来？因为咱拢是即个来做主人，用心来做主人，用心来做主人，你会了足侪麻烦。所以我昨那练讲明佛经的时候，这里呢，这个是周老师，台中的周老师啦，伊看见咱爱神呢，在办公厅内底当中，因为办公厅咱的柜面前内底写是叫做哪？叫做如意，伊叫做如意，好，写给伊个什么？黄经理，这个如意要怎么解释？好，我甲讲，基本上来讲起来，这个义，啊吼，若有这个物件，
叫做哪？这个叫做哪？意识啊吼，意识，意内底识，叫做意识。内底有意识，你这个意就是这个识在甲你带。啊，这个识就是哪？识条条，识鬼。啊，这个识就是讲正班义，这个识只是义出来当中就是讲正班。所以所以讲，你主观意识的形态，你主观意识的形态，这个叫做众生，啊，这嘛叫做无分。但是你意内底有一个如。有这个如咧个错，啊有这个个错，错这个义有实相，安尼听无？所以呢，阴阳经伫第4分内底当中，分得把说话就讲，说话咧，凡菩萨应以如所告。这个菩萨应以如所来教化来安住这个心，因为你这个心这个义，若无这个如，这个如叫做什么？六祖名在讲，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实；若如是见，即是无上菩提之本性也。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实，即是实相。咁是呢？若如是见，你若咱用如来见住你的本性，即是无上菩提之本性也。无上菩提就是讲什么物件？无上菩提就是讲什么物件嘛？哦，无上甚深微妙法。1千万劫难遭遇，无极见闻必受持。啊来呢，愿解如来之是咧讲这个物件。所以，你若用这个如来做你主人，毋是你今日叫做成别，你今日你若用实来做你主人，叫做无分别。安咁样意思？用这个来做你主人，你这袂清净，你这袂清净。用这个来做主人，你这袂清净。伊若讲。因为这个如所流露出来，阴阳经来讲，如是如是，迄个如就有两法界灵内底，迄个如就叫做实相法界甲观照法界灵内底。实相法界，实相就是讲体，观照法界就是讲定用。咱的智慧就是对这个实相，对这个如，哦，这个如内底当中有分做实、实相，这个有分做观照。这个实相叫做理，这个观照叫做用，这个观照叫做定。现在观照叫做定，因为观照就是用智慧的观照嘛，观自在菩萨嘛，平生法界就是照教给我们来讲嘛。所以这个理就是讲体，实相就是讲体，讲言对体。但是伊这个观照就是讲定，就是讲这个物件，但出现这个东西。但是因为你今日有理甲定，叫做理定，理是啥物件？理智理，理定就是定住啊。这个无离开这个定，无离开理，理无离定。啊，你敢听意思？敢听意思？我讲，二公斤，当定定得出来，定对二公斤出来。二公斤会使离开，定会使离开这个根区的。根会当离开根区的，根区会当离开根的，伊来咧讲，因为根若离开着根，就是根区派，对不对？但是根根，所以咱这个理，咱这个理就是讲什么？咱讲一个较对，讲这个理就是讲咱的出现。这个理若讲起来，咱参照咱。二公斤这个内底的啥物件？内底变实相，变实相啊！但是变本二公斤，对不对？变若经过电脑安怎会验对不对？变若经过电脑会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个哪？所以电虽然这种电，因为伊非常功夫内底当中，伊演变不同的方出来，咱的主线。那是人叫做人，啊，那是狗叫做狗，是猪叫做猪，啊，那是牛叫做牛，啊，那是佛叫做佛，敢是安尼？有咱讲迄个主线，所以就是参照你今日你讲的这个主线则产生是点，但是这个点超过2公斤所造出的物件叫做哪？叫做中，叫做中。迄个点若做2公斤以外，迄个安怎？地中嘛对不对？但是，迄个中换一个说叫做功用。
咱讲听，所以这个你这个体中造出来，但是因为这个物件就是实相，就是咱讲这个电意识，咱讲电意识。好，伊的本体伊的电，一切物件袂当离开这个电，共分电，电共分咱离开这个电。所以你这个电就是本来清净，现在清净，意思有不同。电，你的时阵啊，迄个啊，你迄电线，你甲保护好呀，你讲发电咧走，伊拢无，你看是表象。经过伊讲经过电脑功能，经过你去你个量，咱经过这功能咱知影。但是其实电咧走你无看着，电咧走你看唔着。你咧摸在啥？会电啊？我感觉叫电着，你会感觉感觉。但是因为你是你感觉，你知影你用把这看得到嘛？因为伊本来就是啊清净，伊无天道的物件。咱咧自信。你今仔日咧困的时，困到足入眠的时阵，因为伊嘛是人类，伊嘛是拄不同，伊嘛是人类。啊，伊若叫你休困，可能晚上来上个给你关。哦，伊若叫你休困，就无困了，跳呀。所以因为伊嘛是这个本来清净，因为伊无因为你咧困了后，当中会甲你走出来，伊无，伊嘛是甲你顾这个马这个我是好势，所以毋通如如不动，来我是好势。但是后壁这句话，对来讲，但用初心，这句就是这个本来这个主体本来就但用初心，这个初心叫做哪？咱平常有一句话无？应无所住，这句叫应无所住。来呢，这个呢，疑心对不对？咁而咧，金光边个第十分啊？做两分我哋嚟講出。所以這個金光邊個做光，你是相同嘅物件，應無所住。因為我哋出現本來清淨，這就是咩？這就是無相。这就是实相，应无所住。离无内底所住，这个清净，当时苏摩地问佛陀，离金刚经问两个问题。比方世尊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离发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，假使有一个善男子、善女离要发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分何应作？分何含糊其心？这是佛陀当时苏摩地问佛陀这两个问题。我要安怎安住伊真心？要做含糊伊些妄想心。佛陀安怎讲？伊讲现在，苏摩地如你所说，如来现无量诸菩萨，如来现无上诸菩萨。苏摩地，你入定意听，我有你说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离，发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无是处，应无是含糊其心。这个物件，这是佛陀当时答复着苏摩地两个问题。这个问题要安怎安住真心，要安怎含糊相信？各位，今日苏摩地问两个问题，嘛是含咱各位有相关的物件。我请问咱各位，咱大家学中见学遮久啊，研究就是研究遮久啊。咱拄着代志，拄着问题内底，你爱生心，你爱生心袂，你爱妄想袂。咁会啊因为这就是咱个问题，咱来控制咱个东西。伊讲分何应住，分何含糊其心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离，发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假使有一个修道的大圣者、大觉者，要修到这个无上正定正觉的心，要修到清净，互咱这个心无量，这个清净发生。但是我说无对我想袂成功呢。是我想袂成功，温和应住你教我的方法，我要安怎安住我这个真心？拄着代志我甲安住会调，拄着代志我要控制会好势。当然这是问题，你问佛陀的这个问题，你问佛陀这个问题，这嘛是咱大家问题。
那个情况呢，咱就想到到即马，哦，较早国家啦吼，有一句的这个名言，咱这方面讲，我呐大法师架势大，老和尚脾气大。哦，你告诉我一句的名言，大法师架势大啦，大和尚脾气大啦。那安尼当中呢，大和尚脾气遮大，就代表这个心安无好势嘛，就代表这个心行无好势嘛，这是咧解说嘛。大法师架势大，因为修到头一个架势，佛陀当时讲经，历经光经23分内底当中，伊才讲一句话，哦，无说所说分内底讲，说无得若有因缘，如来有所说法，即是不分，不能改我所说法。说法者如何所说？如何所说？是名说法者。这是佛当时问苏摩地这个问题。苏摩地，假使有人要讲我如来有所说法，这是不分，开玩笑。如来一心讲说法，当然都是40年。你讲我，假使有人要讲我苏摩地说法，这是咧不分，不分有五罪，你敢知影？五罪一对杀夫，二杀母，三杀下来，四破坏精，五出不行为，这个忤逆罪。但是你今日你破和而生，我今日你本来要赞叹佛陀，你讲我讲了这个那好，但是是咱落离我的讲法，当然，这个问题就是讲啊，这个问题就是讲，今日有一个说法。都有一个听法，这叫做偶像人像。偶像人像来的众生讲，所以说我本来是要阿罗佛的，但是结果落离一个莫定思想内底。佛陀有这个心无，当然咱佛无这个心，因为佛陀是清净无量。清净无量，就我拄则讲的，大和尚大法师、大法师架势大，那何有来架势呢？基本上来讲起来。说经的说法的人，讲经的人，伊用如你甲赞叹，我嘛是安尼；你甲诽谤，我嘛是安尼；你甲讹了，我嘛是安尼；你甲排斥，我嘛是安尼。这个意见不相关啊！这就是讲无莫定思想，嘛无法定思想。就是讲我今日处在这个环境内底当中呢，我无因为人家讹了，我欢喜讲；无因为人家嫌，我生气讲。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令安住你的真心，但等合乎你的常识。但是要达到这个意境，佛陀当时伫后壁这段解说，甲苏摩地讲苏摩地啊，面定定听，恁大家注意听，定就是真谛的定，我等谛听，这个定，这个定，这个定叫做真实无虚，真心。无虚的意思，真实无虚，这个地，你今日听我解说这个题，你用真心无虚，你莫用妄想心来听我解说这个。所以在地头那公司中，若你用旋转心来听法，你的心易旋；你用旋转的心来听我讲法，你的心易旋转。在地头人讲。你以什么缘心、因缘所生法的心来听法，你的心完全是因缘所生的心，所以那会讲，若当你听我为你说，你用真心来听法，我跟你讲，伊讲有没有善人做善努力，我安尼得了什么菩提？里面我这个无上正定正觉心，你听我一句话，应如是住，应如是行意思。什么叫做如是？这个叫做如是。这句话叫做如是。OK， 这个叫做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住相。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地位。这个叫做力，得力的力，这个叫做地。叫利益一种。你听好些有没有谁能做
伊如是来安住。拄则我讲的，金刚经的第10分，伊安怎讲？伊讲应无所住，应无所住，二心一心。这个很简，这嘛叫做简单，这部经典的简单。应无所住，应无所住，二心。菩提自性不如清净，这个叫做无。你若咱以这个清净心来有所点，二心二心，你袂使惊应无所住，啊无生这个心，袂使无这个心。如果若应无所住，无二心二心，叫做空有空有。如果若二心二心，无应无所住，叫做有空。空有甲有空无相相同，空有就是完全拢无物件，但是二心你有，但是这有却无实，安尼咁有意思。所以应无所住，二心这个叫做清净心，这句叫做应无所住，这句叫做二心，安尼咁有意思。应无所住，你得用如是的本性。今日来行动力，我今日这就是简单的丢。我今日面对着一切作这代志是是非非，我用着我的方式，用着我这清净本性来面对着一切，叫做应无所住。因为我茫执着，我执着有我，但是二心，我细心就是光明心。你袂使讲我应无所住，我完全拢断灭，拢我无。还讲条意思，我把即摆看，有人安讲，啊，安尼啦，迄个人，就你若赢吼，你若拍，无看伊就走边仔好啦。哦，你看这人赢走边仔，伊咧讲迄个动作人听着啦。哦，你讲我嘛看着安尼啦，迄讲经验，迄叫做眼见心不乱，耳听心不烦。那眼不见，心不乱，耳不听，心不烦，这两个一定有些相关，当然无些相。迄个眼见心不乱，但是应无所住，二心。我眼见，我面对着一切，但是我心无乱，二心。我心的心就是啥？我细心就是定心，袂使讲我惊眼不见，我就动作不慢，安那心就不乱。毋是这个道理，这个叫做逃顺。你伫这个生活界内底当中，你会练到练到，你面对着一切发大的代志，你看到会生心，你听到会动心，你思考但是要达到这个真正，要安怎云而令众，云而相不其心，这真爱功夫的。这个你一定要去碰撞，要去面对。你要去面对你随身讲的物件，咱人家修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恁一句话就倒啊，一句话就倒啊，一句话你就会看起来，怎讲？我听我不爽，没有合我意。但是你没有合你意，你是不是合他意？你有合他意，你是不是合天意？对不对？你有合天意，但是咱天意，拢足够拥有，不管未来的天长地久。自古拥有，你若讲我袂，你若讲我会受好，你若讲我会欢喜好，你讲我会听好，我就袂当作好人。你讲我袂听，我袂答应，你这是怪病。你唔知影，你听着这些，你听这话是对你未来有帮助的物件，未来就是这样。真作者大家